请咱议员徛立，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49篇，启应文第49篇是以赛亚书第55章。现着我来刻，请咱大家来印。来。喙干的人才有水，散车人嘛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奶，毋免钱嘛毋免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物，哪会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享受上好的食物。互恁满足。趁找会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困我的时，就来求救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杀伊的计谋，就归往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往咱上帝，伊要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可倒转。倒润得土地，互我国故意大长。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娘。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田野的树木会拍鼓仔欢喜欢迎。以早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有草刺的所在会发射流。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久不灭的记号。下面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每一日看顾甲保守，想赐予阮平安，也予阮所需用一切
逐项教义。即时，阮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伫你的圣神光照的内面，阮也反省家己日常生活中的所行甲所做，以及阮的心思意念。若是无下主旨意的歹所行，也是歹念头，求主赦免，带阮搁一摆悔改、回转归向你主。主啊，有时阮的心神软弱，也有去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求主扶持帮赞，成做阮的气力，互阮会当靠主来得胜。至圣的天父，恳求你的圣神来引带阮，带领阮下面的聚会，透过牧师的讲道、圣经的真理，来引带阮众人来行伫你活命的道路内面。阮感谢你所赏赐一切的恩典，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下面青少年团体要用耶稣，我要爱慕你，这首诗来带领咱来敬拜上帝。读经。咱先读圣经，歹势。咱来读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15到23节。因为安尼，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就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我伫祈祷中孝念恁，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认捌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偌尔丰富，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得运行的权能偌尔大。伊有运用这个气力，互基督对世人中搁活，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家己的正边，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掌权者、权力者、主政者，以及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源头。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互伊做教会的元首，统治万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愿上帝赐福听他伊话，搁安尼去行的人。即时，咱请青少年团体用《耶稣，我要爱慕你》这首诗来带领咱敬拜。
下面咱要请本堂牧师林耀信牧师来讲道，正道的题目是用心得丰盛基业。大家这平安。咱真感谢主，伫神的主日，搁一届呼召咱来到伫伊的面前，要透过伊的话语，咱搁一届来互咱真正会通对上帝伊的话语来得到咱应该得到的迄个丰盛的产业。这是咱先大声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主你搁一届呼召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伫即个大降的第3主日，主阮搁一届来主你恳求，帮助阮圣神带领阮，互阮会通用到一个较无的心来明记主你的大降，也你的载临，也要互阮搁一届来受到提醒，阮着怎样行，怎样做，才会通安尼，互你的心得到欢喜，也互阮今仔日的敬拜，真正会通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今仔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是使徒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因的祈祷，也是牧师的祈祷。期待咱信主了无抵到最后咱却是咱讲落了空互咱安尼会通，咱所信的无几日空空。特别是伫咱今仔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的第17册内面，迄个所在，也就是保罗伊为着即个以弗所信徒的祈祷的迄个内容。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安尼。伊遐主要意思是讲，伊求上帝，互遮个信徒因的心中的迄个目睭会通安尼得到安尼咱讲照亮，会通真正来认捌上帝。即阵伊伫遐也伫遐咧暗示着，即个安尼遮个以弗所的教会信徒，因也未咱讲真正认捌上帝。虽然因信主安尼会通讲，因对信主耶稣为着安尼主伊的名伫遐有侪的着磨劳碌，伫遐忍耐。那照启示录内面所讲着，因有侪的吞忍，甲侪的遮个安尼忍受艰苦等等遮个。但是对上帝的认捌犹原会通讲，咱讲叫一知半解。所以保罗伊真显然，因认为讲，安尼对上帝有一个更较深的即个认捌是比伫咧迄个信心疼心，甲着遮个劳碌、忍受艰苦等等遮个会通讲，遮个属灵的品德更较要紧，更较重要。因为对上帝安尼有一个真深，咱讲真深刻的即个认捌。乃是遮个迄个属灵品德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基础。无安尼的一个基础，你的信心甲着遮个疼心，真容易因为安尼拄着一个安尼小小的挫折咱有可能就因为安尼来比较失落。所以真正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迄个秘诀，毋是在伫咱人，咱家己有偌尔安尼聪明，偌尔有智慧，乃是要爱互圣神来互恁有智慧，甲着迄个启示。即个所在，伊伫遐讲，并毋是圣，伊伫遮所讲的迄个所属的迄个圣神，毋是迄个圣神以外的另外一个神。乃是圣神伊另外一方面的伊的咱讲伊的工作，智慧的圣神使咱有迄个属灵的迄款安尼迄个悟性，甲着迄个心思意念，互咱会通去晓悟属灵的事，安尼会通照着安尼来对上帝有哪济搁较济的认捌，对伫咧属灵的迄个事。会通咱讲安尼，就安尼
因为圣神的引带，互咱就安尼，咱讲茅塞顿开，是讲互咱就安尼，雄就醒悟起来，晓悟起来。即个圣神甲着即个晓悟，你得到晓悟了，咱就会因为安尼，咱来化作咱的迄个生命的一部分，互咱欢喜，咱的迄个规个信仰，咱的生命会通欢喜来服侍咱的主，互咱的上帝来得到荣光，得到荣耀。所以，迄个真正明捌上帝、明捌伊，也是一个咱属灵的迄个咱个人的迄种属灵的经历迄个顶面的一种的知影，不只是干那伫咧即个口头，也是伫咧咱的即个安尼，咱讲理性上，也是讲头脑上的一款安尼会知。所以保罗伊伫咧即个所在，伊讲大声求上帝，互以弗所教会信徒。会通来明捌伊，然后呢，讲求迄个上帝，互迄个信徒知影伊啊。伫迄个所在，讲安尼通知影伊选调恁来得到的迄个愿望是甚物的，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迄个祝福有偌尔啊丰富。伫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讲有侪遮个信徒，因伫咧即个因是。大声伫遐注重着迄个上帝的手所做，毋是迄个上帝。咱讲毋是上帝面，来讲认捌主上帝。保罗伫咧即个所在将即个以弗所的即个信徒当做因的迄个，咱讲因的心眼安尼，也未完全来开当然，即个咱讲迄个伫咧咱的圣经内面讲照亮，系讲开恁的目睭。迄个所在，伊的意思，并毋是讲即个以弗所教会无认捌上帝，也是讲无有归向上帝，乃是因为因已经看见因，虽然讲因已经看见因家己安尼是一个罪人，但是对伫上帝因安尼为着迄个对伫迄个安尼才会得救的人所备办的迄个咱讲迄个愿望是偌尔大。伫咱今仔经文，互因安尼知影讲，伊个选调因来得到迄个愿望是甚物个，佮伊对伊信徒所应允的迄个祝福有偌尔啊丰富。伫迄所在，要来甲伫迄个比较着咱伫咧即个物质界的内面的迄个，咱讲迄个愿望是安尼是咱讲，因为伫咧物质界，咱有真安尼，咱望会着、看会着。至到咱会感觉讲安尼真可靠，但是对伫咱的信仰内面，咱也真正对咱的主有迄个款安尼认捌的时阵，咱就会通对伫咱身体看见上帝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迄个祝福是偌尔啊丰富，是迄个原底本底你目睭看袂见的，但是当即个时阵，你因为目睭你着上帝圣神甲你开，你有法度来真看见，也是讲迄个清楚了解迄个上帝应允，甲伊的迄个丰盛到底有偌尔啊大。所以伫咧即个所在会通看见讲，保罗伫遐指出着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因的心眼安尼也未得着开。迄个咱讲迄个肉体迄个目睭，对伫迄个肉体的迄个骹步。有真大影响。同款伫咱的心灵的迄个目睭，嘛对伫咱心灵的迄个属灵的迄个道路也依然有真大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影响。若看袂见迄个天顶迄个愿望有偌尔啊大，要怎样会通伫咧安尼即种的迄个愿望内面来吸引来安尼愿望咱迄个天顶的代志？但是即个咱讲照亮咱的迄个心中的目睭，其实咱若注意看迄个经文内面是包括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对伫属灵的事会通看了安尼，咱讲看了更较透彻，讲透彻。对伫即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即个虚假甲着即个安尼，咱讲安尼暂时的即个事。会通看了更较透彻，更较安尼会更较清楚。对伫家己伫上帝面前的迄款的积分、积极，也是迄个使命，会通安尼
看了安尼搁较重大。第二是对伫迄个上帝迄个呼召有一个真深刻的迄款的领受。伫咧咱的即个咱的即个迄个和合本的迄个圣经内面，原底即个呼召伊是翻译做叫做恩召但是伫咧咱的即个台语的现代迄个翻译本叫做呼召呼召是信徒得救的一款的经历。上帝将教会对即个世界内面安尼甲呼召出来。当咱甲安尼受到即个呼召的时阵，伫咧呼召了佫有一个更较大的迄个愿望安尼摆伫咧咱的头前。即个愿望安尼有偌大，需要上帝来照明着所有信徒的即个目睭，伊的心啊目睭才有法度通知。咱也爱注意到，伫咧即个所在，圣经伫咧即个所在，伊伫遮讲伊毋是讲信徒所要得到的迄款的基业，还是讲产业有偌尼迄个丰富的荣耀。伫即个所在，伊所讲的是啥？乃是要讲到上帝伫咧所有的遮个正信徒的即个中间所得到迄款的产业。伫咧咱安尼，迄个讲迄个产业是安尼偌尼丰富。伫咧咱的台语的现代台语写，伊讲的是啥？伊讲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有偌尼丰富。伫咧即个所，伊用翻译做祝福。若是伫咧华语的迄个版本，伊叫做产业，也是叫做基业。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看用什么货是上帝伫咧圣徒内面所得到迄款的产业。咱若看见着咱的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11节内面，会通甲咱讲着讲安那？伊讲咱是迄个上帝的儿女，咱就是上帝的产业，并且是迄个安尼有极丰盛的荣耀的迄款的产业。咱是上帝伊的产业，迄个是安怎会有迄个极丰富的即个荣耀的即个迄个产业丰盛的即个荣耀原因，是因为毋是咱本身有啥物款的价值，乃是因为耶稣伊迄种奇妙，伊的救赎，伊的救恩，互咱原本迄个真迄种咱讲极其卑微，咱是误会安尼一个人，咱的性命原本安尼是误会拉散的，却是因为咱带着上帝的性情，甲着伊的性命来讲话，来行代志。所以伊伫遐讲，伊对迄个安尼对伫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有偌尼丰盛。即个意思就咱像咧甲咱讲，上帝借着耶稣伫咧即个十字架顶，已经付了迄个应该爱付的迄款的代价。佮迄个伊的迄个保护功效，竟然会互咱即个安尼遐尼未堪的迄个罪人因为主伊的保护因故，至到咱有法度来去承受伊迄款安尼迄个应允，迄款安尼祝福。所以咱会通活出迄个上帝伊迄款安尼的性命，来成做上帝丰盛荣耀的迄个产业。安尼。咱要来问的就是，咱要怎样来做，会通活出上帝的性命，来成做上帝迄个丰盛的迄个荣耀的产业，也是讲迄个，咱要安怎来去活出迄个上帝对咱迄款的祝福，偌尼丰富迄款安尼的性命，这是咱需要去思考的。咱伫咧安尼几礼拜前，咱已经就开始提起着，咱就应该安尼。用心来体会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就应该有啥物款的迄落，咱需要有一个安尼讲清气的心，也是讲清白的良心，甲着即个纯真的信心。今仔日咱要来谈论着，安尼咱要怎样来去实践？即个咱要怎样来用心来去实践？咱也是讲咱要来安怎来用心来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既然是讲用心。就是咱一直不断伫遐咧提起着爱，需要用心
是上帝所看重的事，是上帝对咱的一种的要求。安尼要怎样来对上帝用心就非常的重要。咱进前咱也有分享过咱有提起着讲，咱着用心来倚靠着圣神的引带。当咱若用脑的时阵，咱是倚靠家己；用心，咱是靠圣神的引带。安尼用心的迄个前提，咱需要了解，就是用心的前提，就是咱的心必须爱是活的。当咱的心若是死的，咱就无法度对上帝用心。只有靠着用着咱的脑来活，圣神踮伫咱的心内咱的心就会来安尼会得着来活。伫咱罗马书第8章内面，伫遐安尼讲起讲，基督若踮伫恁的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神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所以永远上帝安尼照着伊的迄个形象伫遐咧，安尼做人，伊本一口气伫人的顶面，互人成做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神的一个活人。即个活的神、活的上帝会引带即个活的人，照着踮伫咱心内的迄个圣神伫遐来引带咱每一个人。只有圣神安尼会通互咱来达到进前咱所达到，咱所提起着迄个用心的迄个三个，咱需要去成做咱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伫遐圣神伫遐帮助咱安尼，对第二个圣神帮助咱会通互咱来看见耶稣，也就是咱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所伊开咱的心眼。互咱会通看见咱的主。第二个就是圣神会通帮助咱的良心，安尼感动咱的良心，互咱会通真知影咱的主伊期待咱所做是甚物货。第三就是圣神伊伫个所在安尼，互咱的信心会通来得到勇壮起来。所以咱需要用到这三款安尼的迄个标准来去看见咱家己的信仰，也帮助咱会通拿来互咱真正会通照着圣神引带咱来，互咱会通用心来去安尼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对上帝用心，咱会通看见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对上帝用心安尼无法度离开圣神。有圣神的迄个有圣神咱的心就活起来；无圣神，咱的心就来死去。有的人的心安尼看起来，哪亲像是活的，其实却是死的。因为上帝安尼，伊原底伊是一个永远的主，是甲咱永远安尼同在的主。但是咧，魔鬼伊来安尼引诱咱，互咱互咱犯罪，互咱甲上帝来伫遐来隔绝。圣神就因为咱的犯罪，咱的心离开主，伊圣神也因为安尼来离开咱，人的灵就来死去。犯罪人看起来是活的，其实确实是死的，因为已经离开迄个伊的生命源头的即个主上帝。就较亲像咱会通看见，当咱会通看见讲像咱伫咧外面有侪所种的遮个树啊。当咱若将即个树啊甲背起来，互伊离开即个土地，咱就会通发现即个原底看起来规丛好好的一丛树看起来那亲像是活的。你甲伊挽起来，甲放伫咧即个土的顶面，看起来那亲像是活的。结果其实芦苇手伊永远是死的，因为迄个根离开地，咱的心若离开咱的主上帝，上帝也离开咱，离开咱的心。看起来安尼是暂时是活的，其实伫咧永远，咱确实是死的。但是当咱信主了，当圣神踮伫咱的心内，咱就要搁一届来活起来。所以迄个心若活，人才会活。所以人的心有5种的表现人的心内面咱需要看见咱的
人的心啊，咱需要有活命的心，啊，一个有活命的迄个生命，搁过来，咱需要一个活泼的迄个心，吼，咱有迄款安尼，迄个信仰有迄个活泼的迄个表现。搁过来，咱的心需要一个安尼有活的迄个，咱讲活动的心，是一个有活动的迄个动作。第四是咱需要有迄个活力的心，有活的气力，毋是死的。咱的心需要活用，咱的心需要活，透过迄个有活用的迄款安尼功用、功能，互咱的心会通安尼真做一个安尼是活的，毋是死的。你照着圣经来讲，讲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伫咧修订本的即个翻译内面讲，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来发出。伫咱的台语，现代台语，伊讲啥？讲因为心是迄个生命的根源。所以咱就通看见，咱的心有遐尼重要。心是活的，人就是活的。所以咱需要。安尼常常对上帝伫遐来用心，就必须常常互安尼照着圣神伫咱的心内，甲咱引带，用心就来倚靠着圣神的引带，有生命，甲着迄个平安来点伫咱的内面。保罗伊也伫咧安尼，保罗迄个罗马书第8章内面，伊也讲顺探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迄个毋过顺探圣神的人意向圣神的事。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安尼，咱要讲要对着这圣神来安尼，互圣神引带，咱需要行上帝所欢喜的事，迄个就是爱顺探着圣神，直到咱有法度去意向迄个圣神的事。相对就是迄个安尼顺探着本性的人意向迄个本性的事，行家己所欢喜的事，伊伫遐来用脑，靠家己伫遐来引带伊家己，就带来迄个坠落，甲着迄个甚至到死亡。这也就是正咱伫咧体贴着圣神，甲着体贴肉体会带来的一个无共款的结果。真侪时阵咱伫迄个所在，咱看袂清咱家己对伫上帝，咱点有伫遐用心。所以上帝时常透过着侪的迄个环境伫遐来试验咱。咱伫咧看见着，互咱会通安尼来认捌上帝对咱迄个种认捌咱对上帝迄款的减有用心，对伫咱的迄个会通讲。反应，甲着迄个选择，就会通看到咱减有迄个用心。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伫咧即个生命记内面，咱会通看见以色列百姓，因伫迄个中间，安尼伫即个旷野40年久，上帝伊伫遐讲，你的上帝即40年带你伫咧即个旷野的路，是要互你谦卑来试验你，要知影你的心内怎样。享受伊的界面无？所以咱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咱需要用着咱的即个咱需要用着即个照着咱的环境的试验，互咱会通看见，咱到底咱是一个啥物款的心来对待咱的主。所以伫咧咱对上帝减有用心，第一个是爱用环境伫遐来试验，面对着所有一切遮艰难困苦。而且代志的时阵，要来看出咱敢有对主来用心。咱会通看见着亲像讲学生安尼伊伫咧安尼考试的时阵才有法度用着考试来安尼测出因的迄个实力。一寡遮个无认真的遮个学生无欢喜考试，因安惊考试无及格会被处罚。但是，若是遐个努力伫遐学习的遮个学生，因伫遐毋惊考试，因透过着考试会用好个成绩会通得到即个安尼奖赏。所以，咱也通看见着，咱需要安尼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安尼不断来照着即个咱的即个生活的即个环境，咱伫遐来看见咱敢有对主用心。也是讲，咱伫遐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就伫遐来冷心倒退，互咱会通安尼照着即个环境，咱搁一摆来
反省咱家己，咱到底是活出一个什么款的生命？第二个就是用透过着即个危机来的迄个反应，互咱会通来选择迄个正确的迄个，咱讲正确的看、正确的听，甲着正确的想，以及讲甲行，看咱减有用心。那亲像咱讲迄个安尼，咱讲真金不怕火炼。像遮个像迄个咱伫咧陈义理书内面看见着陈义理甲着伊的三个朋友，伫咧面对着迄个王对伊迄款安尼压迫的时阵，伊伫迄个危机的中间，伊减有游玩要欢喜来伫遐来顺叹，伫遐来坚持伊家己的信仰。是咱伫遐拄着危机的时阵，咱就来伫遐来冷心倒退，伫遐甚至来否定咱的主。咱也会通看见，当彼得安尼伫耶稣伫咧即个公会伫遐受着审判的时阵，彼得伊伫遐来3摆无认主。伊伫迄个危机的内面，伊看见伊的迄个性命的安尼迄个危险的时阵，伊伫遐来好认主。所以，当咱伫遐面对着咱的性命拄着有迄款的危机的时阵，咱有要继续来坚持咱的信仰啊无？是咱游玩嘛共款，咱要伫遐来好认咱的主。所以咱也有看见着过去有即个有一本即个日本的即个作家的册，伊伫遐讲起着即个伫咧日本，因为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前因伫遐安尼日本人因伫遐来面对着因家己的即个迄个信仰，甲着即个军国主义伫遐安尼伫遐咧选择的时阵，迄个军官安尼摕着十字架伫迄个伫咧囥伫咧涂骹，伫遐讲，恁若是安尼打十字架，安尼将十字架甲打过去的人，安尼恁的性命就得到保全；若是恁无愿意打的人，恁就无命。伫迄个所在，人伫遐需要来得到选择。同款，咱伫咱的生命的处境内面，咱面对着侪的遮的危机的时阵，咱有要继续来坚持咱的迄个纯正的信仰啊无？第三，咱要透过着咱头拄所讲，咱用照着环境看用着遮危机伫遐来看试验咱的对主减有用心的时阵，当咱安尼有法度来安尼赢过的时阵，咱就要安尼得到即个咱讲生命，结果也就是结出侪即个安尼圣神的果子，也就是咱要有生命平安，是迄个死亡败坏，来看出咱到底要安尼减有对主来得到有用心啊无？迄个那亲像咱伫遐野种伫遐结果子共款，咱讲对着情欲所野的，甲着也是讲对着圣神顺坦圣神所野，伊要结出无共款的果子。上帝，你安尼引带着即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你用想象，上帝是安怎要互以色列人伊经过即个旷野的遮个日子？咱也无爱直接带着以色列人直接就进入伫咧即个应允的地，你直接抓入去无多久就好啊。是安怎爱阁经过即个安尼红海来经验着迄个上帝甲因开红海，是安尼伫咧即个旷野的所在，是因需要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漂流40年。伫咧旷野日子内面，伫咧艰难的迄个过程内面，上帝用着安尼侪来试验着遮以色列人因的心，看因减有谦卑，减有欢喜来顺叹上帝的心意啊无？上帝就安尼来试验着以色列人的心，互因知影因家己对上帝的心到底是怎样。所以咱也会通看见，伫咧即旷野40年的结果就是。有人伫遐来坚持因的心志来跟对着主，所以因有法度伫咧即个40年了，因进入伫咧即个应允的即个迦南地。
但是有缘有侪人，因伫咧所在，因伫遐无愿意谦卑，无愿意顺探上帝心意，直到因伫遐来失去迄个进入迦南地迄款安尼的迄个应允。上帝应允迄个艰难的日子临到的时阵，为着是要来试验咱的心，互咱伊要对咱的迄个对伊的对主的迄个反应，甲着迄个当你伫咧面对着迄款的需要选择的时阵，伊要看见咱敢有对咱的主有用心。其实无论是伫咧顺境，还是伫咧逆境，求上帝真正会通借着咱今仔咱所读的。开咱心中的目睭，互咱会通看见咱家己迄个内心内面的光景，咱就会来回转，来将咱的心来搁一摆来转往伫咱的主上帝。也求主帮助咱，所以咱伫咧咱的信仰顶面，咱无搁再是安尼，只有用着咱的头脑，咱明捌着上帝话，咱安尼有法度将这上帝话伫遐来安尼。咱讲倒背如流，咱需要的是真正有法度安尼用着上帝话来反省咱每一个人，互咱真正会通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咱就要来安尼，互咱讲活出主伊所爱咱活出迄款的，也是讲欢喜咱安尼迄款的款式。大比伊上帝的祈祷是安尼祈祷，伊讲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咱每一工安尼，咱敢有法度，也是讲咱需要用着安尼牧师捌进前捌讲过，迄个信仰的三个基础，就是即个三个基础，甲着两个核心，以及着一个目的，来安尼检视咱的咱家己的信仰。求上帝监察咱的心。咱敢有真正落实来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安尼的一个信仰，咱毋是建立一个迄个巴比伦的体系，也是讲迄个属世体系。咱要安尼专心注目伫咱的主顶面，互咱伫咧每一件代志顶面，咱真正会通欢喜来实践咱的用心。咱伫咱的每一件代志顶面，咱会通安尼伫咱的生命内面真正看见。伫咱的生命所拄着的迄个处境的时阵，耶稣伊怎样成做咱的模范？佮圣经伊怎样讲？佮咱是怎样来做？互圣神伫咧中间不断伫遐来光照咱，来启示咱，互咱会通真看见咱家己心，咱的内心到底是一个怎样？咱对主到底有怎样用心？就当咱真正安尼用心来伫遐来信靠。来安尼照着圣神来挖靠咱的主的时阵，咱就要来安尼欢喜，互耶稣伫咱的心内来伫遐做哦，互耶稣伫咱的生活，甲咱所有一切，伫咱每一项的代志顶面来得到荣光。当咱伫遐安尼不断用着咱每一工安尼用着即四样的即三个基础，甲两个核心。咱就要建立一个安尼属上帝体系信仰，无搁再是建立一个安尼迄个属世体系。若搁讲到倒来，就是讲咱是要用着属上帝体系安尼信仰来去代替迄个属世的体系，来互咱每一件代志，咱实践出来的时阵，咱真正会通来安尼讲，用单纯的心伫遐来安尼倚靠咱的主上帝，用着迄个咱讲无愧的良心，要甲着迄个无有虚假的信心、单纯的信心，来伫遐来倚靠着圣神的引带，来遵行着圣经内面的即个所有一切即个准则，来伫遐来效法，啊种来学习主耶稣伊的。迄个咱个模范，咱就当咱安尼伫遐来不断伫遐来反省咱的信仰，咱家己的生命的时阵，当咱若发现讲咱家己有啥物所在安尼安尼做了无好有错误的时阵，咱就安尼讲错了，安尼讲错了就改，吼，毋对咱就改。咱因为咱的迄个生命内面有啥物所在安尼抵到咱跋倒，咱就伫遐来。跋倒的时阵，咱就来徛起来，互上帝来安尼，因为咱
不断伫遐来安尼改变咱的生命。上帝就要因为咱来得到荣光，过来咱也要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迄个丰盛的迄个祝福。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会通安尼搁一摆重新来想，也重新搁一摆来思考。当咱若每一摆咱拄着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咱拢用着一个安尼迄款不断来伫遐反省咱家己，咱就要哪来哪成主耶稣，安尼的时阵，咱就要结出侪侪圣神的果子。所以共款牧师游园有两个题目，要请咱伫咧即个礼拜内面，咱通好好来去深想。第一个就是为虾米咱对上帝用心是安尼讲，甲圣神安尼分袂开的？咱有我靠圣神来用心听咱的主上帝无？第二，咱要怎样来看清楚咱家己对上帝敢有用心？安尼要如何来安尼时时咱伫遐来警醒，来伫遐保守着咱家己的心？咱要怎样来做？求主帮助咱，圣神也不断来提醒咱、光照咱，互咱伫咧即个礼拜内面，咱不断伫咧圣神对咱的迄个光照的内面，互咱的心目来得着开，咱就要哪来哪安尼得着主的欢喜，得着主的祝福，稳定满满。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恳求主圣神亲自帮助阮，开阮的心眼，互阮真知影主你，真明捌主你。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会通来看见咧主。也通感动阮的良心，也勇壮阮的信心，互阮会晓得不断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来建立一个属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互阮的安尼，阮的心会通真正是一个有活命的，是活泼的，是有迄个活动力的，是有活力的，也搁互阮的心会通安尼不断。安尼伫遐来活用，主你就来安尼更新阮的心，互阮的心不断伫咧圣神的引带内面，阮会通安尼结出侪侪圣神的果子，也互主你因为阮来得到荣光。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起立吟全首。请坐。本周是11奉献周，这时请咱用感恩的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
较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那阮感谢你，何乐你极大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阮伫上天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感恩奉献。请薛文哲执事、张淑芬执事来书献。
阿门。请坐。这是咱来欢迎新朋友吼，有第拜六甲中间的朋友无？有，敢有？好，咱来看报告事项吼。好，歹势，咱先来读本周的金句吼。本周的金句，咱先来读吼。咱做伙来吼，袂来。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望是甚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远而丰富。搁一摆吼，预备来。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望是甚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远而丰富。好，咱来看这礼拜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点，本周是十一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下主日是圣诞感恩礼拜，是合堂的礼拜吼，是好堂礼拜吼。会中有圣礼典、成人洗礼、廖丽云、周婕妤、小儿洗礼、铁木马少。第三点，下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备办心。第四点，请各团契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安排，今仔日交予办公室。第五点，请各团契开始备办年度事工的报告。第六点，小会的公告。第一点，26日礼拜日是本年度的关孝日，请各团契将年度的结余款伫26日交回予教会，交予庄方面执事。各团契2021年的收支平静现金孝分类孝，请伫2022年1月9日交予教会。咱教会的关孝日是定伫12月28日礼拜二。第二点，本月有因为干事有请年假，甲原本的休假日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是要请讲尽量是伫咧拜四甲拜六来教会遮来处理第七点，24日就是拜五暗时8点到9点，咱本会有举行圣诞太泽烛光的祈祷会迄天周四小组合并聚会第八点，因应迄个疫情的关系咱的圣诞暗会改做针对弱势、独居的会友、长辈、甲关怀更生的家庭以及社区的需要关怀的家庭进行探访关怀，照着行动来传达耶稣诞生的好消息，甲分享耶稣的疼咱有几组一组是社区中低收入户第二组是天使树第三组是教会独居弱势组三组咱请咱大家来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咱逐组拢有迄个召集人你若是想讲要去倒一组，你来甲即个召集人来联络安尼好，咱来看集体消息第一点本周日今仔日下晡3点，伫所教会南洋区会举行救助圣诞联合圣餐礼拜。第二点13到15日伫新德圣经公会伫新德圣经学院圣经公会举办圣经诠释营彼得真书恁牧师要前往参加牧师无伫一段期间，若是有啥物紧急的代志，请来找咱的代志长老方灵会陈慧丽长老先处理第三点，
吼，咱来看咱宜兰联导会吼，迄个圣诞系列活动吼，有3项吼，19日、23日啊，甲26日吼，啊，伊拢有有需要吼配搭服饰吼，有迄个陪弹跟进的啦吼，有迄个扮牧羊人或小羊的吼，啊，佮有即个请咱若是有意愿吼参加吼，要来做即个安尼服饰吼，来向牧师也是干事来报名吼。好，那咱看顶周的聚会出席甲奉献报告吼，请咱大家过目吼。啊，过来就是咱看本周甲来周的服饰的安排吼，请咱大家过目。吼，那若是有安排你服饰兄弟吼，请咱提早来备办心吼。好，啊，咱看咱周报特别也即个会计报告吼，好，请咱大家过目吼。啊，若是有出入，请来向干事吼来做更正吼。啊，无事要做报告补充的。那这边搁一摆提醒吼，咱今仔日下晡3点伫所有教会，咱有即个南阳区的即个联合圣餐礼拜请咱兄弟吼，安尼来尽量来参加，这是咱规个区的真要紧的事吼。搁过来就是咱伫咧即个特别是即个圣诞灯车游行吼，圣诞灯车游行咱有受分派吼，安尼上少10名来安尼扮演成那个牧羊人，是羊的即个迄落伫咧即个游行的队伍内面。检测有个人会感觉讲，即个游行吼，咱亲像较属伫咧即个俗世的事吼。但是咱爱知影讲，咱是要面对的，就是俗世的人。咱透过着俗世的方式来，互因有迄个机会来去认捌着咱的主。透过这咱所做，因习惯的方式了，咱才有机会去甲因接触着，甲因分享着即个福音吼。所以咱透过即个游行的方式来甲着咱的即个社区，因为伊即条路线吼，虽然袂正拄行对咱的头前，但是会经过即个神农路头前吼，所以会对咱的周边经过所以咱期待讲咱嘛有安尼兄弟，虽然是伫咧拜祀但是咱依然会通有人共同一起安尼来同齐来，互侪人因为即个游行有机会安尼去知影着即个耶稣基督迄个降生的即个消息以上报告。好，咱即时咱来祝福公道，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吼。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看顾保守阮的国家。即时，阮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感谢你赏赐阮平安。伫即个疫情流行的时，阮拢会当健康。主啊，阮也为着全世界目前的疫情来祈祷，求主互这一切疫情得到控制。帮助各国的政府会当对着这患者会当来提供好的医治，也互因会当来预防感染。主啊，特别阮要为着阮后礼应该是即礼拜六所要举行台湾的公道来祈祷，求主赏赐互阮台湾人有对你所来的智慧甲疼心，会当做出好的选择。主啊，阮来将这一切公道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看顾保守，互一切这公道会当顺利来进行。主啊，阮即时也为着教会逐项的事工以及各团契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施恩引带领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内面。主啊，今即时阮也特别为着阮教会中这破病也是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施恩怜悯来医治因，
甲因三甲伫底，也显示互因对你所来愿望甲喜乐，伫每一个生活中，拢有上帝伫圣神伫因的心内，成做因的快乐甲帮助。主耶稣，阮感谢你，听阮众人伫你面前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这时咱来吟上行的诗，圣诗第390首，俄罗天悲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意尽正圣。各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